2026年1月22日港股行情簡明解析。今日港股市場走勢有些撲朔迷離，下面就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。先來看看1月22日當天生指數的情況，生指數上漲了44.90點，漲幅為0.17%，最終收於26,629.96點，成交額達到2348.60億港元。當天的波動區間在26,499.14點至26,779.22點之間，波幅為280點，而12天的平均波幅是320點。前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是26,585.06點，開盤價為26,750.51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指的收盤價低於7天平均值26,869點，收盤成交額也低於7天平均值2,673點。從宏觀的長期趨勢來看，指是呈現走高態勢的，但在開倉之前，投資者還是需要耐心觀察。短期來看，指有下移的趨勢，並且價格下跌，成交量萎縮，這是一個買出的信號。參考的轉跌支持位是26,347.24點。接下來整體分析一下港股市場。目前港股處於資金面支撐但短期震的狀態。從資金面來看，自2026年以來，南向資金，也就是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購買港股，累計淨流入已經超過400億港元。其中1月13日單日淨流入就達到358億港元，創下了歷史紀錄。這就好比往池子裏不斷注水，說明內地資金正在持續流入港股，市場的基本面是比較穩定的。再說月成交量，1月22日指的成交量為2348億港元，比7天平均成交量2673億港元要少。這就好像一場聚會，雖然熱鬧但不夠火熱，成交量低表明投資者交易的積極性不高。這可能是因為短期內市場沒有明確的利好消息，或者大家都在等待一些重要消息的出爐，比如中美談判的結果、美國的 CPI 數據等。期貨指標顯示出市場預期偏暖。1月22日指期貨開盤上漲1.07%，報26,888點，高水302點，也就是期貨價格高於現貨價格。這似乎表明大家普遍認為未來港股會上漲，市場情緒偏向樂觀。機構對於港股的中長期走勢是看好的，但對於短期走勢則建議謹慎。機構樂觀的理由主要有3點：一是獲利收復，隨住中國經濟的逐步恢復，港股中的企業，尤其是科技和消費類企業的盈利情況會慢慢好轉。二是政策支持，國內的15規劃大力支持科技創新，港股中有很多科技龍頭企業將從中受益。三是流動性方面，美聯儲有可能繼續降息，美元走弱，人民幣資產如港股的吸引力將會增強。然而，也有不少需要謹慎的理由。在地緣政治方面，川普的政策可能會導致市場出現波動。從技術指標來看，指目前在26,500至27,000點之間波動，暫時沒有突破的跡象。此外，如果美國的 CPI 非農數據超出預期，也會對港股產生影響。對於散戶投資者來說，以下是一些參考的投資策略。在倉位管理方面，半倉是最穩妥的做法，不要滿倉操作，留出一半的現金。這樣一來，當市場下跌時可以進行補倉，市場上漲時也不會錯過機會。在選擇板塊時，要以穩字為先，優先考慮高股息的板塊，比如銀行、公用事業等。這些板塊的分紅率較高，適合長期持有。此外，也可以關注科技加消費板塊，但要選擇估值較低的個股。在風險控制方面，一定要設定止損線，一旦股價達到止損線，就要果斷賣出。
小虧損總比大虧損要好。總的來說，目前港股的情況是資金在進入，成交量較少，短期震，中長期看好。投資者應該保持穩健的心態，不要貪心，選擇靠譜的板塊進行投資。如果想要更具體的投資選擇，可以關注新科技指數 ETF、港股通紅利 ETF， 這些都是機構推薦的穩健選擇。另外，再為大家介紹一下香港上市的高股息 ETF。香港上市的高股息 ETF 主要集中在港股通高股息、新高股息及央企紅利三大類，非常適合追求穩定被動收入的散戶投資者。其中，港股通紅利低波 ETF 以 8.74% 的股息率領跑，港股通高股息 ETF、博時生高股息 ETF 緊隨其後。港股通紅利低波 ETF 追蹤新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動指數，聚焦於高股息、低波動的優質企業，股息率為 8.74%。它的優點是波動較低，能夠減少市場震對收益的影響。成分股多為分紅穩定的大型企業，股息率高，並且支持場內 T+0 交易，買賣十分方便。不過，需要扣除 20% 的紅利稅。實際到手的股息率約為 6.99%。港股通高股息 ETF 追蹤中證港股通高股息投資指數，用100%純粹高股息策略，股息率為 7.13%。它具有高股息、低估值的特點，成分股多為低估值藍籌股，規模較大，流動性充足，但受港股市場波動的影響，短期內可能會出現淨值回調的情況。博時生高股息 ETF 追蹤新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數，成立於2021年，股息率約為 7%。它具有豐富的運作經驗，成分股質量優良，涵蓋了多個高分紅產業，分紅持續穩定。不過，由於產業分較暗，投資者需要關注個別產業的波動情況。新高息股 ETF 是香港首隻每月派息的股票指數型 ETF， 指數平均股息率為 7.41%。它每月派息的方式能夠滿足散戶對每月被動收入的需求。成分股多元化，品牌信譽良好，但該 ETF 已成立時間較短，歷史業績還有待進一步驗證，同樣需要扣除紅利稅。實際到手的股息率約為 5.93%。散戶在投資高股息 ETF 時需要注意，紅利稅會影響實際到手的股息率，優先選擇規模大、日均成交額高的 ETF， 要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來選擇合適的 ETF。保守型投資者可以選擇港股通紅利低波 ETF， 平衡型投資者可以選擇港股通高股息 ETF， 激進型投資者可以選擇新高息股 ETF。此外，高股息 ETF 可能不適合短期股息交易，需要考慮交易成本。關於港股市場和高股息 ETF 的介紹就到這裡了。如果大家對港股投資有任何想法或者疑問，都可以在留言區一起交流。歡迎分享、點讚以及開啟消息提醒。以上分析基於公開信息，市場情況複雜多變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決策請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香港企業儲蓄互助社 HQ 投資市場資訊分享，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以上分析基於公開信息，市場資訊複雜多變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決策請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香港企業儲蓄互助社 HQ 投資市場資訊分享。